煌飞过，留下了2100多年的悠久历史。历史沉淀，孕育出了一座祥泰之州。这里文昌北宋，名贤辈出，兼容着吴楚越的风韵，汇聚着江淮海的气度。这里双水绕城，钟灵水秀，享受着气候宜人的舒适，呈现出商贸繁荣的风采。它位于江苏中部长江之滨，这就是中国泰州。泰州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，生态环境综合评价质量指数居江苏之首。泰州是长三角一座快速崛起、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滨江工贸城市，被誉为全国投资环境最佳的创业热土、投资福地。泰州通江达海，交通便捷，京沪、宁静岩、启阳高速公路在这里交集，新长、宁启铁路从这里穿越，苏中机场架起通往世界的长虹。江阴大桥、泰州大桥连接苏南板块，与南京、上海实现同城效应。黄金水道是上苍对泰州慷慨的赐予，100公里长江岸线成就了泰州核心港区恢宏的吞吐。以国家1类开放口岸泰州港为主体，6大沿江港区连接着远海大洋，港口国际航线直达104个国家和地区。泰州基础配套功能齐全，国家级医药高新区、出口加工区和7个省级经济开发区，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排污、通关、商检、物流等，具备了重大项目落户的承载能力。泰州轻商安商，服务一流，服务型政府极为重视软环境建设，在江苏省率先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市行政服务中心实现一站式审批、一条龙服务，服务企业、服务项目、服务投资者的3服务活动向纵深推进，深受欢迎。泰州教育发达，人力充沛，数十所名校云集，职业教育尤为兴盛，为泰州产业发展输送着大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。泰州生态旅游资源丰富，这里河流纵横，良田万顷，是全国重要的粮食、蔬菜、水产基地。河衡大米、泰兴银杏、兴化特种水产等一批优质农副产品享誉海外。这里4A 级凤城河景区、秦虎湿地、神奇的水上森林、千岛菜花、千年银杏，吸引了无数四海宾朋来此观光。泰州正围绕一城、一区、一园、一带、一块，全力打造特色产业。扬子江药业集团居全国制药企业之首，与江山、苏中、济川、中丹等全国医药100强企业，构筑了泰州医药产业的雄厚基础，支撑了江苏医药行业的半壁江山，成为国家首批认定的科技兴贸医药出口基地。集研发、生产、交易、服务、康健于一体的泰州中国医药城由此诞生，一大批国内外著名医药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纷至沓来。泰州中国医药城成为全国唯一的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园。泰州中国医药城正朝着中国第一、世界有名的目标迈进。
电子信息产业是泰州另一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。2010年，国务院批准设立泰州出口加工区，拉开了泰州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序幕。台湾伟创集团投资的伟创资通有限公司，已成为引领泰州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龙头。一批 IT、IC 骨干配套企业集聚园区，展现出泰州电子信息产业的蓬勃态势。以中盛、汇能、优能、瑞成企业为核心的光伏电站、动力电池、薄膜太阳能、储能装备等新能源产业正迅速兴起，并已成为泰州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撑。中盛光电作为全球最大的光伏电站解决方案供应商，技术领先世界。春兰集团研发的车用高能动力镍氢电池质量享誉全国。双灯集团、泰隆集团、大中电机等企业在固体电池、风电叶片、核电配套设备制造领域处于领先地位。泰州新能源产业园已成为江苏省新能源产业示范区。泰州装备制造业实力雄厚，势头强劲。保利叉车、三马起重机、泰隆减速机、三江电器等一大批机电系列产品在全国独占鳌头。船舶制造成为泰州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支柱，规模庞大，气势恢宏，雄居长江沿岸。以新世纪造船为龙头的一批大型造船企业，2010年造船完工量、船舶订单均居全国之首。安泰动力、格林锅炉、亚星毛链等一大批配套企业，形成完备的船舶配套体系，成就了泰州为国家船舶出口基地。沿江石油化工、精细化工、氟化工衍生出的产业链，吸引了许多国际跨国公司前来投资。新普化工、荷兰阿克苏、艾森蓄凝剂等均以骄人的业绩成长壮大。港口物流业是沿江产业带的又一亮点。泰州正依托泰州港，全力打造一流的核心港区，高起点规划、高标准建设、高强度拓展，港区中的现代物流业全面铺开，蓬勃发展。泰州里下河经济板块形成了众多特色产品集群，兴化的不锈钢新材料、脱水蔬菜、江堰的石油装备、智能电网、海灵的数控机床、电工电器，犹如群星闪烁，极具效应日盛，正向规模化、集约化、专业化方向快速发展。泰州开放包容的投资环境受到众多跨国公司、企业巨头的青睐。LG、雅马哈、久保田、魏德迈、GMT 等数十家知名跨国公司相继落户，外商投资企业已达2000多家。凤栖之处必有祥瑞，祥瑞之处国泰民安。凭借泰州古老的城市底蕴、良好的政策环境、丰厚的地域资源，一个活力四射、前景无限的新兴工贸城市，正向五洲四海敞开热情奔放的胸怀，与世界携手，奔向未来，共创辉煌。